李林高校甲广大幼儿园合办生活维持之生活展览，首先由学生发表手绘创作互相为美食游学地图，顶悬拢是学生描绘出家己家乡社区的必比登美食。小朋友他们自己去搜寻资料，看他们喜欢画哪一道美食，然后呢，搜寻他们的资料之后，把那个照片印出来之后，他们是看着，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创意，然后用色铅笔去画这个食物。这张地图顶悬有多达27道美食，呈现出写实的画面以及社区自治的样貌。学校更带领学生前往附近的阿伯寮市场、复兴大饭店、甲国华街市集，用这张图画导览介绍故事。透过这样子一个让贴近孩子他们生活经验和实地的一个操作体验之下，他们能够了解市集在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部位和部分。那我们希望说，孩子从今天开始，能够把生活周遭的市集，把它纳进他们的生活里面。学生也佮家己创作的市集，用伫画作做伙来办道。学校伫现场也特别准备挂包、碗粿、豆花等美食，予学生品尝。这唔但予学生学习到相关的艺术概念，更用家乡的好滋味落实食农教育。台南市民生活采访报道。